各位兄弟平安，咱真欢喜，今仔日搁伫线顶，咱来敬拜上帝。咱通过前2礼拜，咱有对马可福音书、对约翰福音书来看见有关耶稣基督国活了后的记事。今仔日咱要通过另外一本福音册。就是路加福音书的这段记载，咱来思考一个课题，就是耶稣国活了后对门徒显现。伫路加的记载内面，有一段以马五路上的这个记事。我相信真侪兄弟，逐年咧思考救主国活的经文，这段经文的确有真侪牧者捌讲过。这段经文的确嘛真做真侪人意爱的一段经文。今日甲咱做伙思考，行伫以马五的路上，到底对迄个时代的门徒有啥物意义？对现主时的你甲我，也阁有啥物款现代的意义？咱看见路加24章的记载，头前的表达，咱看起来甲前2本马可、约翰所讲的记载，那亲像有小可合做伙来甲伊讲述描写。真清楚，咱看见头前的记载，第10节、11节。遮个富人人，因甲门徒去甲耶稣的门徒讲，遮个使徒有听，总是毋相信。圣经甲咱讲，因毋信遮个富人人所讲的，所以因抑阁犹豫，到底坟墓空的是啥物意思？因的老师耶稣到底是走去倒落？伊的身尸是去互人啥物人摕去？13节安尼记载，上迄日，同款迄日，学生中间有2个人，即2个人，其中一个人后壁甲咱讲叫做革流巴，另外一个人毋知叫啥名，因要行转去因的故乡以马五的路上，伫迄个路上，因拄着做伙行，咱讲同路人，做伙行的同伴，有一个人甲因做伙行，迄个人是青云人，我来甲学生问讲，恁伫路的咧讲啥物话？恁到底是咧讲啥物话？你议论啥？恁咧讨论啥？即2个学生真好奇，甲伊问：你敢是单身出外伫耶路撒冷吗？你敢是一箍人打定吗？你来到耶路撒冷，你拢无其他的朋友甲你讲过原正发生的新闻吗？咱毋通袂记咧，即2个学生伫遐交谈，就是伫迄个拜古中间，因拄经验到的真侪新闻，特别迄早起时，因所拄到真特别的一个事件。这个新闻伫迄当时无亲像即马遮方便，会当拍开电视看电视，拍开电脑看消息，拍开你的手机啊，看真侪遮个网络顶头的新闻。迄个时阵，上界紧、上界利便的新闻，就是咱讲口耳相传、用喙用耳、口耳相传的即款的新闻传播的方式。你来到耶路撒冷，你拢无听咧讲有关一件代志吗？伫耶路撒冷即礼拜发生大代志，你敢毋知吗？即个青云人，伊毋知影即个人啥物人，
即个人就问门徒讲：啊是啥物事啊？啊是啥物事？因就开始甲因讲述拿撒勒耶稣伫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代志。圣经19节甲咱讲，伊是先知人，伫上帝甲众百姓的面前所讲所行有关联。对因的了解，对即群学生的了解，对即两人的了解，耶稣只不过是先知人尔。到耶稣已经受定搁活，因伫路上的讨论，你甲别人介绍耶稣，也佫介绍是先知人，表示因还未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囝。因还未承认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因还佫停留是耶稣是律比，是教师，是先知、先生即款的角色尔。甲这个故事讲了，因佫表达21节讲：若是阮平素望伊，就是迄个要赎回以色列的。要赎回以色列，这个所在有担保，亲像咱之前讲过，因期待耶稣不只是先知人，也佫爱成做拯救这个族群的拯救者。伫这个所在所表达的，已经有担保弥赛亚的气味，总是这个弥赛亚的角色。是因期待的军事的政治的领导者，甲耶稣成做人类的救主，即个基督弥赛亚的角色无相款。总是因望即个人拿撒勒耶稣有讲话、行答、所讲所行有关联、有气力、行神迹、饲饱养饲真侪人、医病赶鬼。伫圣殿勇敢挑战迄时的宗教领袖，总是伊受定3日了后，有富人咧传讲，耶稣已经搁活，耶稣已经搁活。啊，你出外人，你毋捌听过吗？这个新闻还未经过证实。即两个学生心内还佫有疑问，因带着疑问、犹豫的心，行伫伊马午的路上，还佫有淡薄仔忧伤。圣经互咱看到，因面容带着忧愁的面容，敢会亲像犹豫，还佫还未看到望，因为到底富人人所讲耶稣搁活是事实无？若是搁活，因还未看到。若是无搁活，安尼生死走去倒位？啊，耶稣若死啊，啊，即个平素素常所仰望的，啊，就已经无去啊，诚做无仰望，诚做无方向、无目标的一群学生。耶稣听因介绍了后，就对因讲：25节。无知的人，先知所讲一切话，恁的心太会遐尼恶信，恁的心要信，他会遮尼恶啊！恁的信太会遮恶。基督受遮的艰苦，来入伫伊的阳光，咸毋是应该吗？26节这段耶稣所讲的话，那亲像真有权柄的教师的开口佫走出来。基督受这的艰苦，来入伫伊阳光，咸无应该吗？咸毋应该吗？耶稣就对摩西五经、对先知册、对旧约圣经、对因讲解有关基督受苦，来入伫伊的阳光。来讲解解明，互因听，
后壁即句话就是表达耶稣用旧约圣经摩西五经先知书来讲解有关基督弥赛亚受苦进入伊的阳光的即段真要紧的旧约传统。伫咧讲经中间，哪讲哪欢喜，一边行路无感觉忝，无感觉孤单，就到因的目的地，到因所徛起的厝啊。那即个青云人就准备要甲因讲拜拜，再见，可能嘛无机会再见，检采是不见。啥时即两人感觉已经暗啊？做一个好款待人的犹太人，因两人就强强留伊，留即个青云人甲因三甲大，甲因三甲大。30节进入真要紧的一段记载。圣经讲三甲坐倒的时阵，这真奇怪的记载，伫主人家即两个学生所徛在其中一个人的厝，坐落来，伫迄个主人家的厝食饭的桌，啊，呾的是耶稣摕饼，你有感觉真奇怪无？你去人兜做人客，敢会讲主动坐人的桌顶，坐伫宴桌的边仔，一坐落去就摕人的饼起来掰？也无主人同意，也无经过主人邀请，即中间30节，互咱感觉若亲像主人是耶稣，耶稣坐倒，然后摕饼祝谢爬来互因，连续即三个动作，耶稣摕饼祝谢爬来互因，即个动作引起学生目睭开。伫即三个连续的动作中间，因的目睭突然间一开，就认出原来即个毋是青云人，原来即个毋是伫耶路撒冷做人客的迄个无常识的青云人，原来即个就是捌摕饼祝谢爬互因的。迄个老师啊，迄个先知人啊，迄个因称呼做列比的。圣经31节讲，因目睭开就认得伊，总是认出来了，两边就无看见啊，两边就无看见。简单讲，即个青云人就消失了。因认得即个青云人就是耶稣。就是因伫路里介绍的迄个耶稣，伫摕饼祝谢掰开福音了后，耶稣就离开啊。即两个人，因搁坐伫桌边，硬硬彼此对看，你看我，我看你，两个人硬去。然后伫遐讲5年，伊甲咱讲话开帖圣经的时，咱的心减无热吗？伫5年，伊甲咱讲话，伫遐开帖圣经的时，咱的心减无热嘛？敢无火热嘛？对迄叠句起，因就马上搁起身。咱毋通袂记哩，因是拄拄坐落来，伫遐准备要休困，要食暗若定，总是伫迄叠久，因爱搁马上爬起来，搁行倒转去25里远的耶路撒冷，倒转去见因的同伴。了解这即段记事真有意思，即阵文图真。欢喜、着跳，因伫以马忤路上的迄个悠扬、忧愁、化女的面容，突然间伫耶稣
提饼祝社擘开的中间，有看见因目睭开，认得伊就是因的老师耶稣。然后这段记事就表达因倒转去耶路撒冷，甲遐学生讲主果然搁活，主果然搁活。你有注意到这个所在称呼已经改变？34节伫遮称呼主果然搁活，总是19节因咧介绍耶稣的时是讲伊是先知人，伊是先知人。态度马上转变，即马介绍耶稣已经毋是用先知人的称呼，即马是讲主果然搁活。因的生命伫以马五的路上，通过耶稣开听圣经，互因会通感受到真理、上帝话所带来的火热。然后伫三角祭道中间，通过耶稣提饼祝社擘开的动作，因认得，迄个就是伫搬过这个暗顿，甲因做伙伫遐食暗，提饼祝社擘开，互因的这个动作。如果照路加的记载，伫迄暝耶稣受卖迄暝，22章17节安尼记载，就接杯祝社，讲：恁将即个分互恁大人，因为我甲恁讲，打了后我无要啉葡萄汁，到上帝的国来。煞接。佮提饼祝社来爬，互因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来献。恁行即个来纪念我。食了，佮旁杯也安尼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来设立的，就是为着恁流出来。为着恁流出来，这是路加的记载。拍算咱较熟的版本是伫哥林多前书保罗所讲述记载有关主耶稣互人卖迄暝的迄段讲述。总是照路加福音22章的讲述中间，耶稣清楚表明，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来设立，然后就讲，这就是为着恁流出来。我相信，这两个门徒，这两个学生，一定清清楚楚会记得，伫无偌久之前，一礼拜久前，耶稣拄甲因做伙坐倒，提饼祝社爬互因，然后甲因讲即段话。所以是安怎？伫33节，当因到伫厝内底三角坐倒，耶稣提饼祝社爬开，互因的时阵，因就马上目睭拍开，无佮迷目，目睭无佮糊去。无佮忘去，目睭金，目睭开。然后这咱常常形容咱的信仰的目睭，咱信仰的眼光，伫上帝圣神做工内底，互咱会通开启咱的心眼。伫即中间真要紧，就是伊所讲的。伊甲咱讲话，开听圣经的时，开听圣经的时，咱即嘛是开听圣经的时。咱的心减无热吗？咱的心减无火热吗？各位兄弟，这拄亲像约翰福音内底16章所记载的，当
真理的神，圣神临到伫恁中间的时，因要将一切的真理、一切的话传达互恁了解。伫即个所在，咱你看见因所表达的，咱的心减无热嘛？这就是圣神做工的记号。通过开听上帝的话，上帝神做工伫即两个做伙听上帝话的人中间。耶稣开听圣经，圣神做工伫中间，你有看到真趣味的？上帝的话通过上帝的囝，然后上帝的神感动伫迄中间。虽然遮无写讲三一上帝，无写三位一体，无写三一，总是咱看到这真要紧的。圣父上帝的话通过圣囝耶稣基督开听。然后圣神的做工，即两个门徒因就感觉心真热，真认真咧听，学习上帝话真理。咱所理解的加利文先生，就是咱长老教会的创始者，伊常常伫伊的著作内底有提醒。上帝话甲上帝神爱做伙做工。创世纪，上帝创造这个世间，上帝讲有光，就有光。上帝神运行伫水面上，上帝话甲上帝神伫上帝创造的起初就开始做伙三甲做工，踮伫这个世界。所以，咱常常提醒，咱做基督徒，咱爱会记住，咱看上帝话的时阵，咱咧读上帝话的时阵，咱心中会领受上帝的神，就是圣神做工的感动。虽然有时咱读袂晓，总是圣神的感动帮助咱，互咱明白上帝话语的奥妙，包括咱伫讲道中间所领受的。牧师咧准备讲道中间，也佫爱有圣神的做工，互咱通明白上帝的话。总是有的人较强调灵性的经验、灵验、灵验，所以有人讲我有圣神就好啊，我嘛是心火热，安那真细致。圣神做工会互人心火热，撒旦魔鬼做工嘛互人的心火热。迄个使徒保罗，还袂称作保罗进前，叫做扫罗。扫罗咧压迫基督徒的时阵，扫罗要掠基督徒去关监的时阵，伊的心敢无火热吗？各位兄弟，有时撒旦做工，邪恶的溃烂嘛会互人的心热。所以，加利文先生提醒，咱爱注意。圣神感动的即个象征，即个记号，即个表象，咱需要通过上帝的话的检验。上帝的话正做检验圣神做工真要紧的一个标准。如果有人讲我心圣神感动，我甲你讲，耶稣伫明仔日。就要踮伫温哥华来显现，安尼你会当分别伊所讲的是真还是假无？人伊是牧师呢，人伊不只啊有灵性呢，人伊讲道该有口才呢，人伊讲的拢对呢。各位兄弟，咱爱真细腻。圣经清楚甲咱讲，耶稣搁再临的时阵。囝本身嘛毋知影，独独敢若爸知尔。要检验遮个圣神感动所留落的记号，需要通过上帝的话。如果有人敢预言耶稣第四个过来，迄拢是无正确、无下伫圣经，因为圣经耶稣家己清清楚楚讲，囝第四个来，独独敢若爸知若定。
伫即段的记述非常丰富。伫迄个伊玛五的路上，不只是因的故乡地理位置，伫伊玛五的路上，也诚做因面对因的心灵的需要、灵性的需要，开启因重新认捌耶稣基督，重新学习真理，重新领受圣神做工伫因的心中，互因热。通过学习上帝的话、摩西的话，包括伫先知人的册，伫遮的旧约圣经、上帝的话教室内底，耶稣在开拓因的心有圣神做工，上帝的神，互因心热。然后通过伫迄个三角祭祷、圣餐、提饼、祝谢、擘开的动作。圣神开因的目睭，互因认出，迄个提饼、祝谢、擘开的即个人，就是国活的主，就是国活的主。弟兄姊妹，咱逐摆守圣餐的时，毋知咱的感觉是安那？咱的心是感觉讲就是安尼尔，食饼、啉葡萄汁，圣餐只不过是安尼尔。弟兄姊，如果咱感觉是安尼尔，安尼是真可惜。圣餐是真要紧，通过主耶稣基督本身，成做祭物。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受定、流出宝血。就伊的血，要成做新的约，新的约，新约，伫伊的血来设立。耶稣讲，伊的血是为着咱每一个人所来。所以咱会记哩，圣餐真要紧的一个意义，毋是干那是个人领受救恩的记号。真要紧的，圣餐是即个大家庭，即个上帝的家，三角祭祷，领受合一，领受合一，真要紧，三听的教示。圣餐伫主的宴舍、主的道，咱做伙坐落来，领受。摕饼祝谢擘开来食，摕杯，咱三角日拢是要纪念主的死，直到伊过来。这个纪念是甲咱过年的人、上帝过年的人做伙来纪念。三角祭祷的无分你甲我，无分皮肤色，无分种族，无分语言，无分社会阶层，好野善。捌字毋捌字，坐落来，伫主的道，伫主的宴道顶头，咱拢平平诚做上帝的囝儿。圣餐真要紧的意义，就是甲咱过年的人三角合一，经验到咱是需要恩典的，经验到咱是需要怜悯的。经验到咱是需要赦罪，咱的罪需要得到赦免的。所以圣餐提醒咱，伫主的内面，咱是一家伙，咱拢诚做一家人。总是圣餐嘛提醒咱，抑阁有人伫外口咧流浪，伫外口咧流浪的羊，伫郊外的羊，抑阁是主的羊。爱去甲因邀请，爱去甲因招呼，互因通转来上帝的家。无论是家内的人，也是伫外口流浪的人，拢是上帝所疼的羊。通过主耶稣基督的体为咱拍破，通过主耶稣基督血为咱所流。
咱要平平领受即个恩典。通过圣餐即个记号，咱要纪念主，伊为咱死，互咱甲伊的死同顶死，互咱甲伊的活同搁活，有活出基督活命的香味。也故除了安尼以外，圣餐也诚做真要的紧的记号，就是咱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帮赞，咱会通彼此相疼，毋通搁分。伫遐分讲啥物人较有温顺，分讲啥物人较才调，会通徛讲台。伫遐分讲啥物人奉献较济，搁伫遐分讲到底啥物人的灵性比较较好。伫主的道，咱无分彼此，亲像路加福音书家己所讲的，伫15章所记载，迄个慈悲怜悯的老爸。伫遐所讲的譬如内底，大囝甲细汉囝拢是老爸的囝。细汉囝出外离家出走去流浪，外口流浪的嘛是囝。大囝伫厝内底拍拼做工，是囝总是做甲若奴仆，心态若工人，真够轻分。大囝伫家呢，总是另外一款离开家的感受，心离开即个家。无论你是大囝，也是细汉囝，圣餐道邀请咱，伫主的道、主的宴舍，咱拢平平是罪人。大囝、细汉囝拢是有罪的人，拢需要老爸的怜悯、老爸的恩典。三甲领受老爸所备办的饼甲杯，圣餐帮助咱，互咱看出，互咱目睭金，会通认得主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救主。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上帝的教会，毋是猫咪牧师的教会。毋是猫咪丢落的教会，教会普世正教会就是干那独一个教会，无分宗派，无分好业善，无分大经细经，无分人多人少。咱常常爱称呼 mega church。啥物叫 mega church？ 教会就教会，各有分 mega 的吗？留意下这。大甲细毋是问题，教会就是教会，正教会独是耶稣基督做头，要引带咱，伊是大牧者，抱咱伫身边，亲像后壁迄幅图，伊抱咱伫身边，甲咱疼命命，惜命命。大囝是羊，细囝也是羊，巢内是羊，巢外犹原是羊。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圣餐，成做新约的教会，就是伫耶稣的会所设立的约的教会，真要紧的记号。逐摆咱食甲啉的时，就安尼来纪念耶稣的牺牲，纪念耶稣的国活，纪念耶稣的所行所做，也纪念耶稣的教示。咱应该照安尼来行，就照耶稣留落的款式替人洗骹，照耶稣留落的教示，咱就安尼去行。愿主的话通过这段以马五的记载，互咱的灵性重新经验到伫主内面的复兴，伫主耶稣基督国活的生命中间。互咱迄个忧伤的心灵，互咱迄个摇疑的信仰，互咱迄个看无望的生命，重新伫咱属灵生命以马五的路上，咱要经验着甲主相拄的经验。
雄雄看咱册份人，总是当咱看到耶稣基督伊的体为咱拍破，咱就认知啊，伫伊妈我所拄着的即个，毋是册份人啦，迄是我生命的救主，愿国外的主，伫2000年前对伊妈我即两个门徒的显现，伫2000年后，也伫咱伫平常的生活中间，伫咱生活中间的伊妈我的路上，有可能是你逐工上班的路，有可能逐工你行转去恁兜的路，有可能逐工你去菜市仔的路，嘛有可能逐工你去学校读册的路，对恁兜楼顶行到楼骹，到伫你所徛起的所在，无论如何，即条路就要成做咱的生命中间，咱甲主三拄迄个真水的所在。愿主伫咱生活的处境中间，对咱显现，互咱通过伊的身躯拍破的记号，咱搁一摆灵性重新受开启，咱的灵性的目睭会通急，会通拍开，通过上帝的话甲上帝的神三甲做工，互咱搁较深认捌咱的信仰，确信咱的救主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是历史的主，也是即个世界的主。有缘掌权伫即个世界，要引带咱脱离即个困难的处境，面对艰苦最的挑战，赏赐咱有平安的生命。同心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伫今仔日即个记载内面，阮清楚看到以马我真要紧的记号。伫即段以马我的路站，阮看到即两个门徒灵性重新受兴旺，因的灵性的目睭重新受拍开，因迄个忧愁的情绪就安尼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上帝的话甲上帝神的做工。耶稣基督摕饼擘开，伫遐祝谢的行动内底，即两个门徒清楚看出认得，也称呼耶稣做主。爸上帝，恳求你帮助阮，互阮的生命有时也拄着亲像学生共款的失望。有时会拄着真侪犹豫，有时会拄着真侪忧愁，总是伫阮有限的智慧、有限的信心、有限的财目，恳求你做工伫阮的心中，对阮显现，伫阮的以马我的路上，你亲身对阮来开启。引带阮生命头前的路站，引带你的教会头前的路站，也引带即个世界继续向前的脚步。伫即个困难的世代，伫即个背逆的世代，恳求你引带带领，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所听的正经哩。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